主后2023年6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终结孤单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38篇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受气责备我，毋通发大受气责罚我。你的箭射入我的身躯，你的手重重刺我。你的受气，互我的身躯无一位健全；我的罪过，互我的骨头无一支好好。我的罪过塔起来，超过我的头壳，亲像重担，互我担袂起。我因为牛戆滴到我的伤，烂搁臭。我互罪缀甲要劈落去，规日行来行去，嗨惨。我的腰亲像火跌倒，我的身躯无甲一位健全。我受痔伤，规身躯麻痹，我的心苦痛，大声哀惨。主啊，我的心愿你拢知，我的吐气嘛无对你暗藏。我的心噗噗醒，气力衰微，连我的目睭都拢无神。我的朋友同伴因为我的歹镜头拢闪开，我的亲人嘛徛远远。孝顺我性命的人设牢网，要害我的人讲恶毒的话，规日在设计亏欠的阴谋。我亲像臭耳人，袂听见；亲像野狗，袂讲话。我亲像无听见的人，有喙嘛袂当答辩。上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上帝啊，你要应答我。我捌讲，求你毋通互因对我夸口，我的脚踏脱的时，毋通互因对我夸耀。因为我险险啊跋倒，我的苦痛不时颠缀我。我要认我的罪恶，为着我的罪忧闷。我会对你强割勇，无缘无故怨恨我的人加添真济。用歹报好的人甲我做对头，因为我追求良善。上主啊，毋通放杀我！我的上帝啊，毋通离开我远远。主，我的救主啊，紧来救我！终结孤单，你是毋是经历过有意无意行出上帝无喜悦的代志，互家己因为罪恶感孤独无助呢？是毋是因为这份罪恶感，互家己远离上帝，也甲人远离，直到陷入自责忧伤的循环呢？诗篇38篇是一首忏悔诗，踮罪恶中无法度自拔的诗人代笔，拄亲像渡水的人，伫水中得要淹死的时，不断伸手呼救，想要掠条任何一支通帮助伊脱身的蒲柴，来保住性命，通得吸取自由的空气。当诗人沉溺伫罪恶里，渐渐感受到上主的责备和惩罚。罪恶所带来的伤害，就亲像创伤溃烂发臭带来的痛痛，却无药可医。心脏虽然跳动，却有气无力；目睭失去光彩，看袂到未来的愿望。耳孔若亲像失聪，听袂入任何的劝告；喙拄亲像野狗，一句话也讲袂出喙。通讲，诗人伫罪恶内面非常煎熬，伫上孤单、上无助的境况中，
诗人主动转来上主面前讲述：我承认家己的罪，我为着家己的过犯忧伤。对经文字句中，咱通感受到诗人伫深沉罪恶中痛苦哀嚎。最后，伊决定无搁再向上主隐瞒家己的过犯，愿意甲生命得救的愿望放踮伫上主手里。伊恳求上主毋通放杀伊，毋通离伊远远。伊甘愿听候上主回应，只求上主莫伫大受气中惩罚伊。安尼的哀求，诚侪诗人生命的传奇。假使讲，就是指失去目标、迷失道路的方向，就若亲像射箭射袂着靶心，安尼失去目标的人生，也需要将生命慢慢转向，直到找到正确的方向，才会当继续向前。安静听候上主施阮赦免的大笔，真实探路家己的生命，决意放杀罪恶的道路，重新对准生命的靶心，向着上主进前行。对圣经和历代信徒的见证通知，当一个人愿意转来到上主面前，拢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就算需要经历漫长难熬的黑暗暝，毋过天色总是会渐渐光亮，总是着抬头仰望，才当看见天色景况是安尼明亮、缤纷、精彩。就亲像流行乐团五月天创作歌曲《终结孤单》歌词讲到的。人生虽然亲像一场比赛，还是着保持乐观，请你甲头举起来，帮你甲勇气加互甜。当你伫孤单中浮浮沉沉的时，请转来到上主面前啦。为着终结伫多年的孤独甲艰苦，请安尼做啦。愿上主保守咱的心，互咱无拄着试探，救咱脱离凶恶，免得咱落入罪恶的深渊，无尽哀嚎。互咱真实转来到上主面前，陈述家己的生命境况，交托家己的未来，真实悔改行伫生命的道路。当咱安尼行，要搁再经历上主的同在，这是偌尔啊宝贝。但愿咱彼此提醒，保有这份恩典。默想，犯错时，我愿意到上主面前坦诚错误，愿上主搁再接纳我。犯错时，我愿意到上主面前坦诚错误，愿上主搁再接纳我。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你是我的拯救者，愿你垂听我踮痛苦中的祈祷，愿你紧紧帮助我，奉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